Hello 嘅大家好，話說上一期我就發布咗一條關於 Seek 嘅嗰條影片，而家啱啱我發現咗一 Seek 其實仲有另外嘅一種音效，咁而家即刻嚟到 show 俾大家睇。首先我哋都要插入個凝膠囊啦，照樣變身。呢一個係 Seek 嘅平時變身嘅音效，而佢唔同嘅地方係喺佢必殺技嘅嗰一部分。咁首先必殺技嗰一個部分一樣都係要首先合翻埋先啦，跟住轉動望景膠囊。而呢個時候我哋就要分開黎明破曉劍嘅先啦，跟住先至要咁樣。咁樣嘅音效係同本身佢嘅發動必殺技嘅音效係唔一樣嘅。咁不如等我試下其他嘅夢境膠囊先啦。好嘅，試下用 Projection 嘅嗰一個夢境膠囊啦。首先一樣啦。咁睇嚟嘅話，都係會有唔同嘅。呢一個都算係我啱啱玩嘅時候揾到嘅，咁希望可以幫到大家啦，拜拜。